話說上次我要陪大女去 AIA 嘉年華跳舞出 show， 喺去彩排期間，我同細女有段空檔，走咗去行攤位。我細女一見到公仔就即刻話：爹哋，我想要。咁做爸爸嘅我呢個時候當然要展示一下英雄形象啦。於是我哋走去挑戰一個叫做類似電流棒咁嘅遊戲。我目測一下，咁簡單，so easy啦。點知第一彎即刻碎咗，原來佢嗰支嘢呢仲不停係咁轉嘅。咁第二彎我就開始認真啦，集中閉氣，甚至進入埋呢個心流狀態。我周邊嘅嘢全部好似變晒慢動作咁，一路過關斬將，去到最後嗰個彎位，結果我就卡住咗，前又唔得，後又唔得，喺度無限碌，手都開始麻痹，最後都係衰埋。